嚟到丙午晚年屬豬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3位啊，咁啊運勢非常之唔錯啊！咁啊，繼舊年蛇年咧沖太歲嘅影響咧，屬豬嘅朋友咧已經歷盡艱辛嘅啦。咁啊嚟到馬年咧，得到呢個天月貴人同埋月德貴人嘅幫手咧，運勢咧非常之唔錯啊！咁雖然咧有貴人吉星咧可以幫你解厄咋，咁啊但係咧都唔好咧忽略咧凶星嘅影響喎。咁啊受到死符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啊如果咧去年咧有一啲未能夠醫治嘅疾病咧，嚟到呢個馬年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有機會惡化都未定啊！咁啊甚至會有手術血傷添啊！再加埋咧劫煞凶星嘅影響啊，家宅運咧就麻麻地啊！咁啊要注意下長輩嘅健康。咁啊加上小耗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好多失預算嘅開支啊，尤其是喺應酬使費方面咧特別龐大啊！咁啊總括嚟講咧，屬豬嘅朋友新一年嘅運勢咧非常之唔錯㗎。咁至於工作方面啦，得到貴人吉星嘅幫助啦，打工仔咧有機會升職同埋加薪啊！咁啊，甚至可以得到上司同埋老闆嘅提攜同埋幫助啊，令事業咧稱心如意噶。咁雖然有多顆吉星嘅幫助，就切勿咧掉以輕心啊！咁啊，受到呢個劫煞凶星嘅影響啦，工作上面咧容易受到同事嘅拖累啦，甚至咧客戶容易被劫走啊！咁啊，建議咧今年咧多啲同人客咧交流一下啦，咁啊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啦，有利日後生意上面嘅傾談㗎。咁喺財運方面得到貴人吉星嘅幫忙咧，有利於開拓新嘅客源啦，同埋新嘅領域啊，有助帶動財運向上增長啊！咁啊建議多啲同人客交流啦，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咧，有利日後生意上面嘅傾談㗎。咁但係咧切勿咧因為有貴人吉星嘅幫忙咧而忽略凶星嘅影響啊，受到劫煞凶星嘅影響啦，提防咧生意咧受到咧同行競爭者劫走啊！咁啊，加上小耗凶星嘅影響啦，多失預算嘅開支咧，同埋錢財咧未必留得住添啊！所以新一年咧，不如做一啲咧高風險嘅投資啊，同埋擴張自己嘅生意啊！咁啊，凡事咧保守為妙啊！咁至於感情方面咧，因為新一年咧冇桃花星飛入命宮啊，咁不論男女咧都感覺到咧感情方面咧平淡似水啊，所以喺戀愛方面咧不宜過急啊，以免造成不必要嘅傷害啊！咁加上受到對宮6分吉星嘅影響啦，咁啊較為碎心於工作方面啊，無論男女都好啦，咁對談戀愛呢個意欲咧都唔係咁高啊。咁至於拍緊拖或者係結咗婚嘅朋友啦，咁啊要多啲咧溝通一下，咁啊亦都可以咧多啲一齊去旅行咧，提升一下大家嘅喜慶運啊。咁至於健康方面咧，受到呢個死符凶星嘅影響啦，咁啊如果去年咧有一啲咧未能夠醫治好嘅疾病咧，嚟到今年馬年咧，咁啊有機會咧病情咧會惡化，甚至有呢個手術血傷添啊！咁啊幸好咧有貴人吉星嘅幫手啦，咁啊有機會咧遇到良醫咧去醫治好你嘅疾病嘅。咁啊建議咧新一年咧年臨之前咧，咁啊替自己咧或者係長輩咧購買一份醫療保險咧，同埋做一次身體檢查咧，以防萬一及不時之需啊！